大家好，我係5A 班嘅蔡佳冰，今日係代表課程規劃組向大家推介一本好書。呢本書呢，就係《原子習慣》，作者從生理層面出發，先解釋咗習慣對於個人發展點解會帶來巨大嘅差異，跟住就說明佢提倡培養新習慣，戒掉壞習慣嘅4個步驟，咁就係提示、渴望、回應、獎賞。原子習慣好似係一個行動嘅手冊，先說服你改變習慣點解咁重要，跟住再俾方法你，教導你如何去執行。人人都有想戒掉嘅壞習慣，另一方面，人們都有想建立嘅好習慣。但係習慣最困難嘅地方就在於，大部分人都虎頭蛇尾。啱啱開始嗰陣，就好熱切地去改變個習慣，但係過咗1-2個禮拜之後就打回原形，跟住我哋就會怪罪自己缺乏恒心同意志力，唔可以咁樣好好嘅維持。到底點解改變習慣咁難嘅？喺本書度就提出，決定你的成功或失敗的不是你的目標，而是你的系統。我們的日常習慣先至係真正造就成功嘅關鍵，而唔係睇嗰啲看似巨大嘅改變。就如作者所講，改變習慣最有效嘅方式就係將焦點擺喺你想成為點樣嘅人，而唔係達成點樣嘅效果。例如，目標唔應該係完成某篇文章，而係讓自己成為一個每天寫作的人。目標唔係讀一本書，而係成為讀書的人。目標唔係跑一趟馬拉松，而係成為跑步的人。目標唔係學會一種樂器，而係成為演奏音樂的人。希望同學都可以去睇下呢本書，每日從細微處做起，養成一啲好嘅習慣，例如每日返屋企整理下啲課堂筆記，限制自己每日打機嘅時間等等。習慣雖然少，但係力量無窮。就如作者所講，每日進步1%，1年之後就有37倍嘅成長。大家加油啊！